一笔一画记录客家伙房的特色，也画出50年代伙房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晒太阳的啦，或者是捡菜啦，这些都会有一点那个感情在里面。我现在画的是以前的伙房，现在都有改变了。擅长记录客家风情的艺术创作者曾文忠已经76岁了。美术老师退休之后，花了20个年头，用画笔为美浓写日记。他把伙房变成美术馆，要带大家看一看怎么用色彩述说美浓故事。花了1个礼拜完成的美浓人家，就像一部文史记录，画出客家古里的迎娶习俗，也用古早生活点缀出美浓人的淳朴。在小人物的互动下，他也画出了客家应景精神。客家注重勤工宜读，下雨天就要读书，白天就要出去工作不管是妇女，不管小孩子，全部都很勤劳。客家镜字亭，全盛时期的客家烟楼，他的画让美浓的美有了生命力，也为客家文化留下记录。客家建筑一定要有屋瓦，有那种燕尾，这个才是客家的建筑。除了刻画客家特色，也要推广客家文化，所以他捐了100多幅的画送给学校，要让小朋友更爱家，更爱乡土。假如学校永远有画在那里，每天小孩子可以看得见的话，那多好！会训练小孩子做导览。他不但设立美术类奖学金，也把他的画免费送餐厅，就是要打造行动美术馆。为美浓，为客家，他的画通通不收钱，因为他说心意无价。客家伙房的点滴，美浓风情的画作，在画笔下鲜活耀眼。这是曾文忠无价的客家情，也是我最深的感动时刻。